因为这个失电的影响，轻轨甲这坐列车同时拢先入站无载客。台电视证是讲啊，早起9:07分，因为兴达电厂开关场的事故，只是讲南部地区送电不平衡，两家超过要变电所以南的机组拢跳起来，系统呢是自动撤离保护，造成南部地区失电。 在高雄市呢，全部是大停电的。那看到办公大楼的这个办公人员呢，要上下楼呢，全部都是要用爬楼梯的，因为是电梯无法启动。今日透早全台湾大规模停电，港岛高雄办公大楼停电，民众敢会使行楼梯入去办公室，便利超商嘛暗蒙蒙，交通运输嘛出问题。 高雄轻轨无法度震动，高捷表示受停电影响，轻轨和捷运列车拢先停咧，袂载人客。高雄市因为电力供应问题，真侪人掉咧，警消嘛全力抢救。整片高雄市都停电，不是只有捷运哦。台电讲，今日透早9:07分，因为兴达电厂开关场事故，造成南部地区的电力供需失衡，两家的超高压变电所以南的机组跳掉，系统自动切断来保护，造成南部地区 大停电，民众的生活嘛拢受到影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